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开心今天又在母亲节跟大家见面。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敬拜。首先先邀请大家跟旁边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然后顺便跟妈妈们说，嘿，辛苦了，嘿，辛苦了。我们都知道玛利亚尊主为大，那尊主为大，然后 follow 着那个耶稣，那生下了耶稣。那我们今天也要学习着玛利亚的精神，我们今天要完完全全的奉献给耶稣，奉献给我们最爱的耶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我的生命在乎你》。邀请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是的，我们用热情的心来跟神说，我们的生命是在乎于主耶稣的。主，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力量都在乎于你，必不动摇。唯有你是我拯救，我的生命都在乎于你，都在乎你。我要向列邦述说你的作为，我的耶稣，用我口中的称颂你的生命，我的救主，用我的生当配的尊崇和大赞美，我的生命都在乎你。主，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力量都在乎于你，必不动摇。唯有你是我拯救，我的生命都在乎于你，都在乎你。我要向列邦述说你的作为，我的耶稣，用我口中的称颂你的生命，我的救主，用我的生当配的尊崇和大赞美，我的生命都在乎你。是的，我们的生命都在乎于耶稣基督。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跟我们神的宣告：是的，主，我的生命属于你，我的生命在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愿意一生奉献在你面前，让你来悦纳。感谢主。向列邦述说你的作为，我的耶稣，用我口中的称颂你的生命，我的救主，用我的生当配的尊崇和大赞美，我的生命都在乎你。向列邦述说你的作为，我的耶稣，用我口中的称颂你的生命，我的救主，用我的生当配的尊重和大赞美，我的生命都在乎你。哈利路亚，我们的生命都在乎你，耶稣。向列邦述说你的作为，我的耶稣，用我口中的称颂你的生命，我的救主，用我的生当配的尊重和大赞美，我的生命都在乎你，用我的生当配的尊崇和大赞美，我的生命都在乎你。是的，主，我愿意将我们全人全
的生命都献上给你。主耶稣，唯有你是我们的满足，世界上一切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满足我内心灵里的需要，唯有你，唯有将我们的生命跟你连接的时候，主耶稣，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扎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你而来得到那喜乐跟满足。是的，主耶稣，你就是我的满足，你就是我们的奖赏。让我们用全人全心向耶稣献上这首歌，就是我们跟耶稣的回应。你是我奖赏，你是我奖赏，是我唯一所爱慕。是的，耶稣，你是我唯一的爱慕。这世上没有事物能带给我满足，在试炼中我灵歌唱，永不回头，我的自由。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基督我全所有，救恩喜乐在于你。是的，主，救恩喜乐都在你。这盼望永不止息，天堂是我家。暴风雨中，我灵歌唱，与你同行，都要归给上帝。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此刻渴求你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生命要跟你连接，你就是我们一切生命的满足。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再次跟神说，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
跟从我，就当背着你的十字架来起来跟从我。是的，主，当我们用这首诗歌回应你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决定我们要一生跟随耶稣，我们不会再回头，因为我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使我的眼目单单的看着耶稣基督。神，你是我生命当中的一切，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献给最爱我们的耶稣，让我们用我们最热情的生命来献唱。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给我属于你的梦想，摘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更多的对神说，跟随耶稣，
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力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力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力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现在我邀请大家一起为了内心的感动来祷告，我们一起为了我们的富强教会，为了我们的长子同工，为了我们的牧师来祷告。现在是属于你和耶稣的时间。我现在邀请大家一起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宣告，一起为了富强教会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一起来为了教会，一起为了教会来祷告。求你的圣灵，求你会为了我们的为了我们所有的服侍，主啊，求你可以帮助我们，赦免我们，让为了我们富强教会一起为了未来，主啊，求你也可以恩待我们的牧师，我们的长子同工，主啊，求你可以帮助我们，主啊，也求你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为了神可以更加的靠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教会的众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可以帮助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主日，也是我们全天下做子女的为母亲献上感恩的日子。感谢主，在这个聚集的时刻，我们求神亲自降恩典在每位母亲的身上，也降临在每一位做子女的身上，因为我们从母亲的爱看见神的恩典，从母亲的爱看见神的伟大的创造。主啊，愿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荣耀归给主，也让我们尊荣母亲，让母亲看见神在他们身上所设下美好的心意，让他们的服事成为众家庭的祝福。主啊，愿今天的敬拜，主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所做的一切蒙主的恩典。我们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让我同心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最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
这时候，我们一起来恭受上帝的话。本周的经文有2处记载在箴言第6章第20到23节。会众我们一起起身来念。年轻人啊，要谨守父亲的训诫，不要忘记母亲的教导。你要把他们的话铭刻在心，系在脖子上。他们的教训引导你到旅程，黑夜保守你，白天陪伴你。他们的训诲是亮光，他们的管教指示人生的道路。第2处经节记载在提摩太后书1章5节，我们一起来念。我记得那纯真的信心，就是你外祖母罗琦和你母亲友尼基所有的那种信心。他们的信心，我相信你也有了。献诗，本周的献诗是由主日学带来的献诗。妈妈，妈妈，我爱你。献诗结束后，由夏牧师来讲道。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母亲的多重属灵恩典。
拍手，谢谢小朋友。我们现在小朋友每个小朋友拿这个康乃馨，要送给在座的妈妈，请妈妈站起来接受，可以吗？在场的妈妈，请站起来。小朋友要拿康乃馨送给你哦。好，开始了，楼上也有。我们教会的传统哈。妈妈都拿到一支康乃馨。好，妈妈拿到花再请坐哈，妈妈拿到花了再请坐。好，还有没拿到的继续站着啊，拿给你的你再坐下，这样就可以看到你。还有谁没拿到的，摇摇手或是站着来摇摇手。这边楼上还有一部分，好不好？小朋友赶快，楼下的小朋友跑到楼上去，楼上还有10几位哦。好，有没有？楼上还有妈妈还没拿到的。楼上还有没拿到的，好不好？请帮忙，小朋友上楼。还有吗？还有康乃馨吗？好，上楼了，哈哈哈。好，拿到了再请坐，谢谢。还没拿到的继续。站一下，让他知道，小朋友知道你。还有还有几位。好，祝福每一位母亲妈妈节快乐哈！我们现在先给隔壁的妈妈说祝你幸福快乐，好不好？来，祝母亲幸福快乐，好。好，我们的小朋友请主日学老师帮忙，还有人没拿到，拿到了没？这边还有2位嘞。我们主日学老师，好，可能还不够，等一下补给你哦。如果老师可以补得到的话，再帮忙一下。好，我们在分享主话语之前，先来做祷告。现在父神，感谢你，让我们用诗歌敬拜，也为每一位母亲献上感恩，因为这是主恩典的时刻，借由对母亲的感念尊荣，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做奇妙的作为以及设立。主啊，让我们也借由神的话语再一次体验主的恩典，透过母亲给我们许许多多的祝福。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求你引带领每一位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分享圣经的话语，有关母亲的恩典，就是他们的多重的属灵恩典。我们刚刚读了2段经文，等一下我们会再做复习哈。那我们看见这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权柄，就是圣经中的母亲跟祝福的权柄。为什么有祝福的权柄？是因为上帝在母亲的身上所设定的。好，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有几个教导，6章20到23节，我们可以说，领受父母的训导，我们就走了人生的活路。今天时代变化非常的快很多新的观念、新的想法都一直在翻新。大概你如果不上网，有时候没多久你就知道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了。
因为越容易改变，我们就看见很多事情给我们很多的挑战。但是很奇妙哦，圣经的话语，当我们把它看成一个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并不过时，而且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基础。那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学习，第一点，听父母的话语。他这样教导说，20节，年轻人啊，你要谨守父亲的训诫，不要忘记母亲的教导。你要把他们的话可铭刻在心，系在脖子上。我想你们读这段经文一定有一个印象哈，有一个印象记得几个礼拜前我们基甸讲座有邀请一位王弟兄来我们就会分享他特别拍了他在以色列看到很多特别穿着犹太人传统服饰的人，就他们的衣衫衣角都有一条带子，那个带子我们看觉得很累赘，对不对？要穿的比较精简一点但是原来他们都有特别的意义，是因为他们时刻要纪念圣经的教导，说你要刻在心上，系在脖子上，甚至在他们的额头还有放了一个小小的圣经的盒子。因为这种看起来蛮累赘的，或是觉得跟不上时代反倒是他们的所有的装饰不是给人家好看的，而是因为他们真正的落实这一句话所教导的，要把它刻在心上。因为每一次提醒，不是为了说我的衣衫有那个带子来坠子来证明我是犹太教徒，或是我是信耶稣信上帝的，而是因为提醒自己要把那些话语记在心上。以色列在罗马时代主后70年被罗马一个大毁坏，把整个圣殿全部拆毁，那些犹太人全部四散漂流，只剩下我们所看见那个西墙，有没有？我们叫哭墙那一片城墙还留着，完全被烧毁。就像耶稣在当时跟先知所做的一个预言说，所有的石头都要倾倒，没有叠在一起的。我们看见说那样的预言是何等的算是非常的刻骨铭心，因为整个民族都飘散了。以色列人经过了1-2千年，没有国家，到处被排挤。欧洲有一段时间对犹太人非常的痛恨，甚至驱逐他们，所以很多犹太人要隐姓埋名就是不要有那种象征。但是很奇怪，即使在那种多么大的压力跟压迫之下，他们还继续谨守这样的教训，刻在心上。有几个家庭存在，他们就有会堂，不一定是盖一个像礼拜堂的会堂，而是在某一个人的家里来聆听上帝的教导。所以这些话语不是讲着好玩的，而是真的从父母亲承受了这样的祝福，然后在他们的身上。在1948年如果我没记错，他们的5月14号就是今天，他们成立了新的国家以色列所以他们好像就是这几年他们在庆祝他们的周年非常的盛大，很多敬拜也在那边产生那我们可以看见说，就是因为这些美好的教导，他们不是好玩，或是只是一个纪念，而是真的把它运用在生命当中所以这段话成为犹太人他们继续承续那种美好的教导。所以听父母的话不是讲好玩的，而是他们真正把它执行出来。第二个，受教训的好处，是因为圣经这样想说，他们的教训要引导你的旅程，黑夜保守你，白天陪伴你那就很奇妙了它不是一时有用它是整个人生旅程，还有来陪伴你、引导你，而且是在黑夜保守你、陪伴你。那这个是犹太人他们一生所谨守的，他们不是过好玩的。第三个，父母亲的教导训诲对人生有什么影响呢？
他说他们的训诲是亮光，他们的管教只是人生的道路。因为犹太人他们不认为那个已经过时了，时代在改变了，我们可以不守。很多人就以为新潮才是好的，改变了才是好的。其实有一些是永恒的真理，他们仍然照旧遵守。所以在以色列遇到那么多强大的外族或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攻击，他们仍然屹立不摇。如果有兴趣，你上网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大概是西亚是最强盛的国家，他们的科技，他们的有关电脑还有包括农业水利没有一样不是被称赞的，而且被羡慕的。甚至他们在沙漠的地带还能种水果，水果还能外销。水源在沙漠缺水的地方，他们竟然水充沛，这是因为他们承袭了神给他们的教导。不是说我们是以色列是选民，所以我们是永远是被呵护的一群，而是因为他们接受这个教导，勇敢走前面的道路。所以犹太人他们整个民族，或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到这样的教导，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原来在这个教导的里面，母亲在犹太人身上占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举2个例子，圣经的母亲的榜样第一个是我们看到撒母耳记里面的母亲撒母耳的妈妈叫做哈拿，这是我们传统圣经的名字。那现在把它改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名字，叫哈娜哈娜就女字旁的娜，但这个我们习惯说哈拿她跟神祷告说：“我向上主求这孩子，他照我所求的给了我，因此我要把他献给上主，他要终身归属上主。”我们知道，在古代以色列的环境，做母亲的没有生孩子，就等于是没有整个家族的地位，更何况在乡村邻里，大家把他看成次等人。所以哈拿在生产期都没有孩子的时候，他就到圣殿去跟神祷告。我们可以看见说，一个受苦的母亲，没有孩子已经很受苦了，再加上别人的歧视跟耻笑，这是何等大的困境。但当神应许了他所做的抉择比他遇到的困难还重大。怎么说呢？我们看这段经文怎么写。1章的24到28，撒母耳记上他说，孩子断奶后，哈拿带他到示罗去，同时带去1头3岁的公牛，10斤面粉，10公斤面粉，1皮带酒。哈拿带着幼小的撒母耳到示罗，到上主的圣殿。换句话说，他还不到可以非常的好像长大，我们说12岁或是更高一点、大一点，已经可以自主了。是他断奶之后就送去献给神。你知道一个妈妈的心里，好不容易得到孩子，那讲疼命，巴不得天天都背在身上，对不对？再怎么苦他都值得。但他竟然有勇敢到跟神要了孩子之后，又把孩子献上去。你有没有想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哈拿的决心可能还比亚伯拉罕更强大，因为亚伯拉罕在跟上帝在要说，要不要献我的孩子？虽然孩子要像以前要被杀在祭坛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说，哈拿等于就是这样的信心，神给他孩子，但是他不把他拥有在自己。他一边已经解决了邻居的一个耻笑，但他心里满足之后，他觉得他不能贪心把孩子留在身边，他觉得这个是神的孩子，他要献给神所以他就到示罗他们宰了牛之后，哈拿把孩子交给以利，并对他说：“先生，我发誓，我就是你以前看见站在这里向上主祷告的那妇人。
我向主求这孩子，他照我所求的给了我，因此我要把他献给上主，他要终生归属上主。于是他们在那里敬拜上主。弟兄姐妹，那是何等大的抉择！跟神要了，但是又献给神。我们可以看见，以撒母耳在圣经里面的地位哈，他不只是最后一个士师，他成为了这个以色列建立王国一个承先启后的人物。他连续高抹了2个王，一个就是这个扫罗，一个就是大卫。神用他的角色，是因为他这个是哈拿从神那边得到的，所以献给神用。神看作是好的，这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圣经里面母亲的角色在对一个人的影响是何等的大。再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我们最近常提起的提摩太，我们在礼拜4我们有一个课程，圣经课程，就是由孙牧师孙宝莲牧师讲解的。他们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些资料给我们非常好的讲解。他提到了提摩太的外祖母跟罗奇或是罗以以利的以罗以和他的母亲有尼基。圣经记载，在提摩太记载说在这个使徒行传记载说，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信仰传承自母亲的家庭。那可以这样说，在当时呢，提摩太被认定是属于犹太人，那是很特别的，因为一般都是属于富家嘛，对不对？但是竟然，那我们知道提摩太要出来为主服事的时候，还受割礼，表示说把他认定成你是以色列犹太人的传统，那是对提摩太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改变，是因为他传承了从母姓妈妈这一边的信仰。所以保罗就这样的称赞他，他怎么说呢？我记得你那纯真的信心，就是你外祖母罗以还有你母亲有尼基所有的那种信心。他们的信心，我相信你们也有的。弟兄姐妹，这个就很像，算起来提摩太算是类似那个我们说跨国不同国家的跨国结婚的孩子了。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种混血，但是当然在以色列跟邻近的国家，大家的种族差别不太大，感觉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说，提摩太并不是生活在以色列的他们的犹太人的环境，而是在外邦，他竟然得到了这个信仰。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外祖母罗以还有有尼基是何等大影响到犹太这个提摩太，而且他成为保罗所带领最强大的宣教团队所以我们看到提摩太前后书所写的，就可以看见这样的恩典。不只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从历代的圣徒也看见了这些圣徒的母亲，他们怎么样影响到他们的儿子。我们在历代圣徒当中，一个出名的榜样就是奥古斯丁的妈妈，叫做莫妮卡。他们被称呼叫做膝盖与眼泪的儿子就是借由他母亲的祷告，一位我们可以说一个天纵英明或是才子，本来是要走向一个毁灭的道路，因为妈妈的祷告挽回了。这一句话是他的母亲要过世之前跟奥古斯丁讲的一句话。他说：“我儿，我此生已毫无留恋之处，我的愿望都已满足。”因为他的儿子从放荡到处去享受的生活改变悔改了。原来在这些文章当中，我们很多人看到这位奥古斯丁他所写的忏悔录，写过他年轻的时候，他其实是聪明，非常聪明，记忆力很好，也是一个大学问家。
但是他相信的是一个什么教呢？叫做摩尼教。大家在历史上有听过这种教哈，所以摩尼教其实我们在金庸的小说有看过，什么呢？叫明教，有没有？明教哈，就是所谓的摩尼教，是拜火教了哈，拜火教。因为那个时候在西元3世纪的时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立的，然后结合了基督教的一些教义，还有另外一种拜火教的教义，把它合在一起啊，叫做摩尼教。这个摩尼教最大的特色是说，他们认为灵魂跟肉体是分开的，所以呢，我肉体再怎么放纵啊，再怎么去毁坏，都不会影响我灵魂的得救。啊，这个奥古斯丁就真的这么做哎，他聪明归聪明，但是什么事情人生的享受啊，他都没有一样缺少。啊，在这种天天生活在我们说纸醉金迷的环境之下，他的母亲一直为他祷告，啊，所以叫做膝盖与眼泪的母亲。他怎么改变的呢？有一天，奥古斯丁在花园散步的时候呢，突然听到隔壁有一群小孩子在唱歌，唱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很像耶稣哈，他到犹太会堂，不是有人拿一本书以赛亚书给他，那就翻开了啊，在路加4章18节嘛，就是很奇妙。他突然间在手上有一本圣经，他就翻开一段话，就在罗马书13章13到14节所写。他说：不可纵欲醉酒，不可邪淫放荡，不可纷争嫉妒，但是你们要以主耶稣基督装备自己，不要只顾满足肉体的情欲。平常读一读他觉得这个已经没什么，他都了解了。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刻，他突然间好像一支利剑把他砍过来，好像一道明亮的光照了他自己。他发现说：我为什么还在放纵我自己？我是多么的不孝啊！他泪流满面，奔到他母亲面前悔改。这就是奥古斯丁重生的一个关键的故事了哈。那我们会看见说，一些有名的，说是我们所谓的历代的传统的圣徒他们那个改变是很特殊的，就像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突然间一道亮光照了他。这位奥古斯丁，我们可以说，如果从教会历史的观点来看，保罗把耶稣的教导，或是他从他领受的福音，用比较有逻辑的方式，或是比较道理的方式把它写下来在书信里面，但是又来把它发展出来，算是整个基督教2000年来的教义的传统。其实奥古斯丁是集大成的人物，就是说他所讲的那些理论，成为后续我们说他基督教教义的一个基本。那可见他在历代我们基督教历史所重大的角色。那我们可以看见说，一位伟大的人物是母亲用流泪所挽回回来的。这个是一张非常著名的奥古斯丁跟妈妈的照片这个图画，而且在几年前还有人拍了一片电影，叫做《他的眼泪之子奥古斯丁》。就在讲这位母亲。这个电影的画报就是右下面这位就是他的妈妈，那中间站着这位就是奥古斯丁这个是影片来的里面的截图了这位母亲的祷告。而且他因为这样的改变，他当时是住在北非当时是在奥古斯丁的时代，整个地中海沿岸都是基督徒，但后来被回教在北非那边被回教抢过去了，包括土耳其，就是小亚细亚保罗所传福音的地带。那我们可以看见说，一位伟大的人物其实是母亲用眼泪所挽回回来的，所以这个电影叫做《他的眼泪之子》。同样的，在中国的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位非常重大的本土的人物，叫尼托生。现在他的书
那个朝会，他们还是一版再一版哦。他的书很多，不只是朝会我们说以前叫做聚会所，很多基督徒都把它看成一个很重大的文献，因为这位尼托生他的写作成为重要的基督教的经典他的妈妈叫林和平，但是他的故事又有另外一方面了。其实他妈妈在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你如果给我生儿子，我就把他献给你啊。”其实他的妈妈那个时候还没信主，就很特别了因为这位尼托生的母亲，她嫁给了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但她自己的信仰还是有信跟没信差不多了，很贪一般社会的生活享受在那个家族里面还是有传统中国的社会，生男生才是重要生女生就没什么用所以那个时候他虽然信仰还没有什么基础，但是他就跟神祷告说：“上帝啊，不要让我生女生了，让我生男生这样他在家族地位才被巩固起来。”但他还加了一句话说：“让我的儿子生了儿子，我就献给你。”那就真的，这个祷告是很久以前的事尼托生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很叛逆他就是认为基督教特别他看到教会有一些缺点不好的地方，很讨厌，不想去。虽然读了教会的学校，但是直到后来，尼托生呢，他的妈妈竟然给他道歉。为什么？他的妈妈有一次责备他，误会他，所以让尼托生对母亲非常的一种排斥。但是竟然听到他的妈妈跟他赔罪说：“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求你饶恕我冤枉了你，打了你，并向你发怒。”后来他邀请尼托生去听一位女传道人，叫做于池度的那个属灵的培灵会，就在这边改编所以他成为了中国教会历史，特别是不是从西方过来，但是他本身创立了，应该不是说他创立，他一群人所推动的回到原始的教会模式，就是召会。你知道召会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呼召的一群人的聚集嘛所以他们用召会来成为他们一个教会的称呼很注重圣经的教导。很多召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对读圣经或是对传福音包括说分享，或非常要求的，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成为我们台湾第二大教派，你知道吗？长老教会历史那么久召会就是第二大的教派。我们可以看见这位尼托生被神所挽回，是因为母亲的一个不经意的祷告，但是神就成就了他。另外一个这个就是尼托生很多人可以看他的故事很感动。第三个也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我们唱的那首《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这首诗歌，它的作者叫做 John Newton。有的是把它翻译成牛顿，或是牛顿更好记了他的妈妈的祷告，他的妈妈叫伊丽莎白牛顿，他渴望儿子受良好的教育，成为牧师，但是因为这位妈妈比较早离开了这位牛顿他的一生经历是非常坎坷的，因为他爸爸是在当那个船的船长，他就把他带到海上去，因为他读书不认真，而且就到海上去了辗转那个时代，在300年前那个时代，他竟然被卖到奴隶船的船工里面帮助奴隶船的船主去抓奴隶来卖，可以算是说好像九死一生遇到很大很大的责难跟苦处。但是后来他悔改了。他是18世纪圣诗作者跟布道家，他的诗歌奇异恩典流传了300年。因为他母亲伊丽莎白的祷告，早年的祷告，他蒙上帝应允，就在牛顿在1764年按立成为牧师，并且他本身从事那个贩卖奴隶的工作。后来他成为牧师之后，就竭力的来为反蓄奴跟反贩奴来极力的奔走。这位也是因为母亲的一个祷告，
放在神的前面。这位约翰牛顿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圣诗的作词者，也是一个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叫 John Newton。这个是他的 Amazing Grace 的歌谱甚至我们几年前看过他的故事拍成的《奇异恩典》的电影在台湾也有上演《奇异恩典》，还有音乐剧也是《奇异恩典》。那我们看见说，这些历史的人物，我们可以看见不同样貌的母亲所带来对儿女的影响。那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或是从我们所学习到的一些古代或是前边圣徒的母亲，我们看见母亲她有多重的属灵恩典，多重的属灵恩典。我要借由一个最近很夯的话题，就是有一部电影叫做《妈的多重宇宙》，对不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去看的因为这个元素跟华人很有关系的华人很有关系因为又是这位出名的影星叫杨紫琼这个主演的他是在描述在美国一个科幻性的电影。他是描述这位妈妈是在美国一个传统的华人家庭的妈妈，好像一个大妈一样因为他们家在经营洗衣店，但是因为这个剧创作者天马行空，把它写的可能也是根据杨紫琼的他的演绎风格所编排的吧竟然这位普通的街头的妈妈。竟然是一个能够跨越多重宇宙，多重宇宙意思就是说不同时空我在这个时空是这种人物，到另外一个时空是这种人物，然后他跟恶势力对抗，是属灵的恶势力到最后成功胜利的一个故事因为天马行空，大家看的有的看懂了哈哈大笑你看他有不同的角色，一个是普通的一个妈妈右边就变成侠女了另外又变成宫廷里面的一个非常雍容华贵的妇女她这样的角色是让我们在隐约在打闹当中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什么元素呢？其实在讲一位母亲的能力，她怎么样兼顾到所有的人。虽然家中遇到很多的挑战但其实妈的多重宇宙它原先的主题并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大家有看英文的名字，它是3个名字连在一起的，叫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这样子中文把它翻得蛮有那个文艺风格，它说千生万世是第一阶段，第二是碧落黄泉，第三是此生此世那为什么提这个呢？他在隐约的诠释一个妈妈好像是全能的，什么样的能力她都有这样子因为是天马行空的电影，但是因为竟然好像外国人蛮赏识的，得到了7项大奖，而且是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导演，那不得了。但是竟然是华人的题材那杨紫琼她饰演一个大街的欧巴桑，但是却是一个跨越多重宇宙能拯救世界的女子那我讲这些是突然间有一个连结了，什么连结呢？是的，妈妈在这个平常的生活上，她就是多重的角色，她是多重的能力，但是更重大的，好像从这个电影一个启发，妈妈也是属灵的能力，她有属灵的能力，能够跨越时空，能够跨越不同的宇宙，是因为她带有上帝的权柄，她能够跟属灵的做征战。像这个电影跟这个完全无关，但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发：妈妈不只是属世的一个全能者，她更是一位属灵的一个多重宇宙的能力，因为神给她这样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所创造母亲的多种角色了这是牧师讲到，大概这几样，不脱这几样，但是更多了，讲不完。她是孕育生产者，她也是哺育成长者，她是生命的教育者。她是信仰的塑造者，因为母亲的特质，我们这样在尊荣母亲没有一个爸爸
会抗议，对不对？如果抗议就不会这么写了，是因为爸爸也承认上帝在妈妈的角色就是这样的角色，而且越多的荣誉给他，大家都觉得应该的，没有人会说啊，这个都被光彩都被你占去了，没有。妈妈是伤痕的医治者，妈妈也是忧伤的安慰者，她更是人生道路的促成者。就像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你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因为母亲的命令是灯，是光亮光，而且是要指示你人生的道路。弟兄姐妹，有人在做一个统计啦哈，当然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统计，但是也许大家也不会反对哈，就是说母亲在家里面身兼17种职业于一身哈。就有一些团体就这样统计了，它其中最重大有这几项：他是一个清洁工，他是一个厨师，他是一个老师，他是司机，他是护士，是保姆，是采购者，是心理医生，而且理论上他是每日工作24小时，1周7天。好，当然没有那么夸张啦，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些话看见人对母亲的角色一个看重所以再进一步讲说，做那么多工作，如果用实质的金钱、上班的金钱来算，怎么算？真的有美国的薪资调查站这样调查他说，计算一位母亲的薪资，全美国超过19000位妈妈，他们在 COVID-19 的期间，日常时间的时间表，算出妈妈的年薪高达484820块美金，大概就是台币536万哇，不得了嘞！这个钱算一算，一个月薪水多少啊？年薪那么高，几乎是要台积电的高阶主管才有的薪水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统计啦，他就在尊荣说母亲她所做的角色就是那么多如果上帝不设立母亲的角色，人类的社会大概就没办法生存，甚至没办法繁衍了，因为这个角色太重大，大到普通人没办法承担，但是因为妈妈有办法，因为神给她特别的力量。台湾呢也有人统计台湾有人统计说全职妈妈的月薪应该多少？他说，若是全职妈妈是一份薪资明确的工作，他是用统计的。他说，有一部分人，很多人认为他的薪水要达到台币8万以上经过大大小小的统计，说至少平均的薪资要在51483呢。不知道你同不同意？不过我们真的要谢谢妈妈，说谢谢你没有薪水，但是你的薪水是51483块所以当做妈妈的跟爸爸要薪水的时候，你也知道说他占这个值占了这个薪水的额度。那我们可以看见说在这个世界上，全职妈妈他们的工作是何等的辛苦，因为有神给他们特别的力量，不然的话没有人可以承担。所以做男生的在母亲的面前给他们尊荣是合理又合情，而且是尊荣是我们必要的。圣经里面有一段话这样子说，箴言19章14节，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所赐的。换句话说，有房产有钱财，那是祖宗留下，没什么稀罕。但是贤惠的妻子不一定是你自己找的，是耶和华赐给你。因为我们每一个要为孩子娶媳妇，或是自己的女儿要出嫁，我们就祷告神说，愿他们就成为耶和华所赐的贤妻，因为这是神的恩典才能够达得到。换句话说，这个不是一般的训练或是一般的栽培就可以达到，而是神给他们特别的能力，给他们属灵的权柄跟祝福，才是真正神和神心里的贤妻。那我们31章10节，我们更了解这个经文。他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
珍珠。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庆祝母亲节的时候，愿天下所有的妈妈，我们在座所有的妈妈，我们每一个做子女的，我们用心去了解、尊重母亲。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家人跟妈妈住在一起的比例其实不算高。你怎么样让他们觉得活得精彩，活得充满了这个满意、满足，得到神祝福，我们就用更多的用心去。当然现在因为3C 用品很方便，天天视讯都可以哈，就是说让妈妈看到她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有价值。尤其当妈妈在担心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那是很累赘、很麻烦的事，而是你去了解为什么她会担心，让她的担心去除，那才是最大的孝顺。期待我们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母亲的爱哈。那台湾因为历史很久了，以前都用台语在敬拜所以呢，有传统的台语的母亲节的诗歌，非常有意思了哈。有时候这首诗歌在回应，好像就是像莫妮卡她在为奥古斯丁祷告那种情境哈。这首诗歌它是台语的，我念一下。他说：“胸前挂着一蕊剪绒花。”剪绒花知道什么意思吗？剪绒花就是台语的康乃馨哈。他说：“想起老母的栽培，伊照顾我身体勇健，也关心心灵活命。伊疼我常常流目屎，我就用好心来服侍。”有押韵的哦，还有一段副歌，他说：“老母的疼比山较悬，比海搁较深。你的慈爱亲像水墙，流落伫我心。老母你的温情永远讲袂尽。”还有另外一首很经典的台语的老歌母亲节的诗歌是这一首《声思追求快乐喜花的世界》。他的副歌也是这一段描述母亲的眼泪。他说：“老母目屎哪天落雨，流落亲像秋天甘露。暝日为你烦恼，伤心少念祈祷。你有记得伊的疼无？”押韵当中很合乎我们传统台湾人的一种思考，对母亲的感念对母亲的感念。我看到很多教会，尤其在 YouTube 里面所搜寻到的，都是在母亲节的时候，有一群男生一群兄弟唱这首诗歌给妈妈听。哇，听起来因为有4部的嘛听起来非常的感动人，因为这是代表台湾人对妈妈的心声呢。愿这些诗歌也成为每一位妈妈的安慰，因为你们流的眼泪绝对不虚空，流的眼泪绝对有价值。母亲的眼泪就是一种属灵的权柄，比妈的多重宇宙还有力量。愿神将这样的赐福在每一位妈妈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要唱一首回应诗歌，也是很轻松或是非常合乎母亲节的诗歌，叫做《风和爱》有弟兄姐妹会唱的一起帮忙或是拿麦克风一起来唱。我们再唱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一起来。清风吹过树上，树叶儿呀翩翩扬，看不见摸不着，梦的存在人人知道。妈妈的爱真好，为儿为女忙到老，测不透分析不了，爱的深在人人知道，不能看见，不能测透，认识神，用心灵寻求，用心灵接受，
就好像风，就好像爱，就好像风和爱。当你亲身有了体验，自然不问存在不存。就好像风，再一次，就好像风，就好像爱，好像风和爱。当你亲身有了体验，自然不问存在不存在。留住这个画面哈，弟兄姐妹，我们刚刚听的那些台语诗歌，跟这首《风和爱》，你会感受到它们风格不一样，但是在给我们娓娓道来母亲的爱，就像风和爱，你要亲身体验的，就知道存不存在。有时候你觉得妈妈很唠叨，但是唠叨就是风，唠叨就是爱。愿神将这些唠叨化作祝福，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有妈妈实在是太幸福了。我们一起来做以下的祝福的祷告。你为每一位妈妈能得神的恩典来祷告，你为自己的母亲，尤其还在世的，为她做祝福，求神加倍恩典在她身上。已经离开世界的母亲，我们在主面前献上感恩，因为我们领受他们的祝福是何等的重大。我们在一生当中活出母亲的盼望、母亲的祷告、母亲的期待。最后一点，我们为教会弟兄姐妹有病痛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求神赐下医治、平安、喜乐。我们也为自己是母亲的，求神赐给我们这个属灵的力量，因为神在母亲的身上有多重的属灵恩典，让我们发挥出来，跟神更亲密的连结，让我们的祷告成为属灵的权柄，祝福儿女。我们一起开口来做祷告。谢谢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的能力浇灌在我们当中，你的喜乐在我们当中，你的平安在我们当中。愿神的恩典跟祝福赐给我们在座每一位妈妈。主啊，母亲的角色是何等的重大，主啊，求你透过他们来见证神伟大的祝福跟恩典，让他们尊荣，也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显现的属灵恩典。主啊，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求你赐下医治，赐上恩典在他们身上。感谢赞美你。谢谢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为在座的每位母亲献上祝福，是因为他们在上帝的创造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属灵的位分，这个位分是神要在他们身上显现你的大能权柄、爱的权柄、祝福的权柄、宣告的权柄、除去一切恶者的权柄。神啊，在每一位姐妹身上，你赐下这样的力量，让他们不只是成为属世的各样18般武艺全能的妈妈，而是更在属灵上成为多重祝福恩典的母亲。主啊，让我们在母亲还在世的时候，让我们用尽各样的方式，成为他们的骄傲，成为他们的祝福，让他们心中有多大的安慰。主啊，也求你赐下平安跟医治在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以及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身上。有的有病痛，有的在家静养的，特别是遇到癌细胞的攻击，需要做精确的治疗的，求你赐下你的医治，让合适的医生、合适的医药除去他们肉体的病痛。主啊，也在这个母亲节期，有弟兄姐妹从外地回来为妈妈祝贺的，也求你带领大家出入都平安。我们也听到有这个天气变化、大雨的消息，也让我们能够领受神赐福的雨水、充足水库的水源，但是也让我们出入有主的保守，凡事都平安。感谢赞美主，再次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奉献。
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弟兄姐妹，我们在报告之前我们要先祝贺每一位妈妈，所以呢，我们要请教会的长子同工要送给一个小礼物送给所有的妈妈，所以现在请妈妈站起来好吗？我们弟兄用热烈掌声给他们祝福一下。我们拿到一个小红包，你再坐下好不好？楼上。我们大家都拿到了，再坐下就比较容易辨识，好不好？好，拿到了就请坐好，谢谢。祝福每位母亲健康、快乐、美丽天天有属灵的恩典好，来慢慢来拿到了再坐下。那我们再继续领受这个礼物之间，我们再先请我们的荣泰执事来做分享报告好，那在报告之前，我们一起来念本页的金句，在周报的最后一页，我们一起来念一次。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言1章7节。这时候我来报告，我们翻开周报第2页。下个礼拜的主礼讲道是郭荣敏牧师。诗会是由李宗杰执事，其他服事的同工，我们来看这张服事表。那我们翻开周报的第4页。今天是我们母亲节的感恩礼拜，那待会一样在我们的1楼大厅、心灵转角，还有3楼的副堂，欢迎大家可以去拍全家福的纪念照。那我们每一个家庭可以登记有一张实体的相片，或是你也可以自行上云端去下载这个拍照的相片也再次感谢影音团队他们的摄影服饰。第3点，下个礼拜5月21是我们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这边有邀请男神退休的教授郭荣敏牧师代表前来我们本会请安报告。那玉山神学院也是长期培育我们原住民传道人跟事工人才的一个重要的神学院，也请大家继续为他们关心代祷。第4点，下礼拜也是同样5月21召开我们的小会，也请我们的小会员预备心。第5点，5月28日是我们的圣灵降临节的圣餐礼，那请兄姐预备心。第6点，我们会有一个动态消息，本会的会友梁家瑜姐妹律师他在昨天有他们的事务所召开启用的一个祝福感恩礼拜，他们会在6月10号上午9点半会正式开幕，那也持续关心他们事务所的整个发展。接下来还有包含我们的第7点，今天因为是适逢我们的母亲节，我们的爱心午餐跟心灵转角也都暂停。那如果第2个需要我们今年度的奉献的相关证明，请跟我们的办公室这边来做登记。我们看我们的周报的第5页，我们在6月15会举办第2届的长职的领袖的学校，在第2小点参加的对象请大家看一下，也请大家踊跃可以来报名参加。再来第2点是我们2023年的幸福小组的国际研习会，如果在今年度各小组如果有意愿，也想要继续推动我们幸福小组事工的这个部分，也都可以报名来参加。
再来第3到第5点，包含我们的冠名真道理财的课程、哀伤陪伴，还有我们的查经班，请大家自行看我们的时间。接下来是我们的牧区跟团契的消息。我们松联团契在5月20有一个健康讲座，邀请庄立奇医师。那第2点是我们的主日学，他们在今年度7月20号到22号有一个非常棒的情绪管理高手的夏令营活动。也欢迎家里有国小升1年级到升国中1年级的这些家庭，我们可以报名来参加。那另外第3点，在我们周报第6页，保罗牧区在5月19号礼拜5晚上8点，他们在教育中心的地下室有一个联合聚会，要邀请我们曾瑞平牧师来分享认识圣经。这个虽然是他们牧区的联合聚会，也邀请我们所有的会友也可以踊跃来参加。那接下来请牧师做补充报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朋友在我们当中叫做中美惠姐妹在哪边？让我们欢迎你来这边，好，欢迎你，欢迎你，中美惠姐妹，欢迎来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一个小礼物送给你欢迎你常常来感谢主，感谢主。那牧师再做一个补充透过这个投影片来做补充就好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全家福的拍照请记得我们如果除了家庭以外，你这个好朋友一起拍也可以因为我们要有摄影师帮你服务嘛，所以请大家变得集中时间。今天我们因为没有爱餐跟咖啡的服务了所以我们可以3个场地可以充分使用。那大概我们再过几天下个礼拜天以前就会拆掉了。所以你如果说今天没有办法凑齐人数，也许这2-3天我们还保留着大概礼拜4以后我们就会撤除掉请大家好好的把握。很多人都会邀人第一个是这个是1楼的大厅这边是在心灵转角这个墙壁设了一个场景这个第3个就是我们的3楼大家可以轮流不同地方拍照，但是大概我们原则上就只选一张可以洗成那个实体的照片其他你就告诉在我们这周报里面有写网址嘛你就自行在那边搜寻下载就可以了你如果挑上想要哪一张来洗，你觉得最满意的，也可以跟我们的，也许你挑了这一张，但是不喜欢要另外一张，就给我们的干事登记一下，说我要是哪一张或是哪个编号，那就再过一段时间帮你洗完之后，照片会送给你每一个家庭1份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报告。第2个报告就是我们书瓦班有在做母亲节的义卖品，他们做了很多很漂亮的文艺品好像那手创的，或是说我们的那个手工的，用毛笔写的这些摆饰品，可以当礼物也可以自己家里面摆设欢迎大家有兴趣对这个艺品有兴趣，可以把它买下来当义卖可以成为他们书法班在做经费运用非常的这个帮助期待大家一起踊跃来配搭来配合这样子。那另外再补充最后一项，就是我们很多人报名写那个抄写那个我们的箴言原来很多人报名，所以那个公报社都有点缺货但是他说优惠到明天截止，所以意思就是说180块优惠到明天，所以如果你还有需要增加的，赶快今天登记明天我们把它补货进来。那这些书有2个时间点，一个时间点是你如果写得来得及写完，你就参加公报社他们的抽奖但是要在6月30以前交来教会，牧师帮你拍照，或是办公室帮你拍照传过去，证明说你有写完，那你就可以参加抽奖6月30比较赶一点，但是我听我们同工说，如果一天写1-2页，很快就写完了啦因为那个字很大格子也很大。第2种是你慢慢写到9月底
写完交来教会做审查，如果通过也会送礼物，而且那180块要退还给你这个大家一起鼓励哦如果真的你还是不行，要慢慢写也没关系写到年底你当成灵修也很好但是你到时候交了，教会还是会送小礼物给你再一次鼓励大家用真言来做灵修来做这样的祷告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颂龙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颂龙的诗。我的神，我的王啊！颂龙结束，由牧师来为我们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与所有的母亲同在，也赏赐三位一体上帝的恩典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请坐。我们来默祷闭会。我们结束的时候离开，也可以再次跟我们隔壁的会友请安，也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